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国家大剧院古典乐频道 NCPA 音乐厅，我是主持人文言。当面对人生的岔道口时，你会选择一诺千金的坚守，还是背信弃义的放弃？相信不同的人会有着不同的理解，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而今晚，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即将上演的现实主义歌剧《山村女教师》，将会用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动听悦耳的咏叹调，带您延伸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大型原创歌剧《山村女教师》是国家大剧院推出的首部现实主义题材歌剧。该剧讲述了贫困山区女教师杨彩虹为教育事业奉献生命的感人故事。纯洁坚定的杨彩虹，善良淳朴的周洛平，懦弱而现实的李文光，每一个人物都活生生地矗立在舞台上，真实地向观众展示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在几位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中，该剧关照着当下人们所共有的情感冲突和人生困惑，更深入探讨了理想与现实、爱情与背叛、牺牲与奉献等亘古不变的生命主题。在泛娱乐化的当今社会，关注现实题材的歌剧作品并不多见。山村女教师主创人员把目光投向山村、女性和教师三个题材的交集，以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姿态，打造了一部风格清新唯美的现实主义歌剧力作。为了打造一部清新隽永的田园诗，编剧刘恒和作曲郝维亚曾经专程赶往陕西农村进行采风和考察。歌剧在文字上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单纯质朴，朗朗上口；在旋律中展现了南方乡村清新宜人的田园气息和水滴感觉。郝维亚甚至想要让生活在城市水泥森林里的人们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田园气息。为了满足文本的需求，山村女教师的舞台为您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南国山村。舞美设计师高广建把舞台打造成一个若隐若现、与世隔绝的美丽山村。巨大的旋转舞台有如一卷画轴，将山野内的石院、竹楼、小桥、水车、晨雾、朝霞徐徐展开，一个恬静的南国山村便展现在眼前。导演陈新一说，编剧刘恒心中有一座佛，这座佛就是美，而这座佛与自己心中的那座佛又不谋而合。优美的词藻与郝维亚动听的主题旋律结合起来，再加上一流歌唱家的抒情演绎，这些咏叹调能够直抵观众的内心，激发美的感受。
杨彩虹的这首咏叹调《5年前你说你爱我》，细声控诉着爱情的背叛者李文光。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用夜莺一般的嗓音唱出了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著名导演陈欣一力求将每一个人物的情感主线突出出来，将人物塑造的立体丰满。剧中另外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周洛平，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袁晨